初七开始哦，拍卖猪，初七迄天全台湾是拍卖28300只猪哦，平均1公斤是103块，昨是拍卖25900只，也毋过平均的价数刷落到91块，那超过1成，农民嘛真烦恼讲哦，会个继续落。全国肉品市场经过半个月停止拍卖了后，初七开始恢复猪仔拍卖。初七全台拍卖猪仔是28300多只，平均每公斤价数103块。现在拍卖降到25900只左右，按过价数大概平均每公斤91块，那超过1成，比疫情之前96块较低。中国肉品市场的部分。昨天的价格是91.99，比前一天100.31跌了8.32元。各市场应该都会鼓励、会劝说那个猪农自续出猪了。至于说他们在执行上是不是能够确实？担忧啥呢？担忧，市场一定会帮的啊，因为冷冻厂起码一定会放价落来啊。供货量大于需求量。婚林地龙表示，若每一摆出猪100只来算，平均价数60块，总收入都减10外万以上。希望政府应该提出更较多解决方案，或者是配套来协助地龙。这几天下来，拍卖头数介于25000至28000头左右。那在这边也是建议，农业部可以礼拜日加开拍卖日期。这一段时间，我们就不要尽量请那个贸易单位不要再去外来的进口猪进来，把我们因为这个事件，大家共体来承担这个失误。婚林肉品市场表示，为稳定猪价，中央用每公斤88块补价来卖冷冻猪肉，不过各地肉店肉商卖猪仔是用量出价，要安怎进行调节？互公司更较平衡，避免造成猪价崩塌，是各地肉品市场要面对的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